也是没有去查过的事实店是不是含有猪肉以及是不是来猪。新北市在所有的作为上，一定有程序可步做，而且一定能够跟我们的基层的接地气，了解实际的状况，才会有实际的行动。所以事实店根据我们新北市的了解，我们并没有这项。市长，就是中央开放吗？我是来看检验的整个准备跟程序，我们也可能都看不到来猪，因为台湾以贸易立国，我们的货要销出去，我们也不得不要接受人家的卖进来，但政府以符合国际标准、科学证据，虽然进口厂商都说不会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而且进口后它也都会明白标示不含莱克多巴胺，但政府为民众健康会严格把关。今天我们就是来台北关，来在财政部、关务署、还卫福部、食药署，大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但有经济部货物的批号，而且还有所有相关的检验程序，并且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后都是逐笔查验，并且进口厂商进口的猪肉也都有相关的标示，跟着后品走，所以请国人放心，政府一定为全国民众的食品安全把关。院长，大家会从来不是去要了解民众什么私讯的内容，或者去查哪一个人的什么样子的通讯，而是基于维护2300万人的健康，我们对于防疫有高规格的要求，对于极少数高危险群的个案，我们政府基于保护2300万人的健康，有整套的防疫 SOP， 所以用我们能够采用的方法来了解各高危险群的个人有没有违反规定。如果违反规定，我们立即查，立即制止，也是保护国人的健康。这个不会侵害个人的隐私，政府也没有要去探访查任何个人的这些资讯，只是要掌握保护国人健康，所以是根据整套防疫需求所做的 SOP。过去1年多来，也看出台湾因为这样，所以非常的有效果，也从没有去侵犯任何个人隐私。